开啦！猪骹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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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猪脚囤足机调味。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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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猪脚囤足机调味。大家好久不见，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个，等一下，我应该有录贝壳进来了。有啦。啊，我总算顺利开台了，今天应该不是梦吧？等我一下，好久不见大家！你们先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 balance， 还有没有一些杂音的问题哦？哇，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救命啊！3个小时应该不够大家
冯老师你也来了。然后他说我的锅，我是觉得我应该是饿了还是累了。我刚刚看到那个阿月打那个说猪的锅，说猪肉锅，好想吃哦。我今天晚上吃猪肉锅好了。大家午安！我最近从日本回来之后，因为刚好有碰到生理期嘛，然后啊，我就是觉得已经是疲劳爆发到需要把那个睡眠债好好的补回来，所以我这2天就是有时间就睡。然后我刚刚在开台前1个小时，我就先把所有东西都塞好，自认为塞好了，然后就想说好，不管我要把这一些睡眠债在今天再补1个小时回来。对，所以我刚刚就大概从12点10分睡到大概1点10分吧。好了，又稍的赖床一下。雅晨，好想老婆还敢不关回放。就是他还没跟我讲，我可能还是会忘记。那个回放现在出现的位置实在是太过分了，太故意了。他就是现在出现的位置是我一定要把那个卷轴拉下去才看得到，你知道吗？卷轴不拉下去就永远不知道。觉得这可能是5岁的娃娃啊！大宝老师你知道吗？我今天在开台之前，我居然还在瞧那个我们录音麦克风正确的位置，已经变成肌肉记。然后我刚还把我的卡兔放好，对，然后放完之后才想到花了发，我今天不是要录音。天哪，一切真的是已经是最后的最后我的天啊！睡这种3天睡了25小时，3天睡25小时。你还是有睡满8小时，还不错。柚子，我这边想说，柚子怎么睡饱之后，还是有睡满8小时，还不错啦。我在做梦吗？不行啦，不行，我已经很想念你们了，我不能不开台了，我不行，长官。然后丁雄，我还有，自从改版之后87%忘记，对，真的是，我的回放不是回放，为什么他没有给我鼓励盖一些？等一下哦。有了，我刚刚不是有按循环吗？好，我现在努力的回归开台，一直忘东忘西。然后对我们2位老师经历了，就是老师啊，年底怎么扛那么多事情？老师年底，哇靠，这2-3个月一窝蜂的扛好多事情呢。应该说一直都扛着，只是事情爆发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老师扛了这么多。老师老扛啊，还是干脆别关回放了。不要啊，8月1号先说我要关，小天也要下来，不要是梦。对，好啦，即使是梦就不要敲醒我，即使是梦，你们4点半再敲醒我，因为4点半有很重要的我们专辑的短秒数试听要降落过去，给大家批判几人哈。每周第3录音设定，对，老师我已经变肌肉记了我刚这边调麦克风位置，然后要靠近我的嘴巴，然后跟我的那个脸是平行的状况下，快点把卡兔放好之后，还在想说我在干嘛？我今天不是要录音？防弹咖啡拿下来，睡眠真的很难还吗？然后礼拜6直接，为什么啊，涛啊？我靠，你是跟另外一个涛娃去黑皮了吗？应该说1天8小时，我去。柚子，我就等你的红包寄在我这边，我就等你快点，你的论文就是快点写完，快点给我毕业，然后我要当场折断你，可恶，气死我了！你知道柚子跟米娅超挺的，就是这一次的摆摊结束之后，就是基本上还是会算一些服务费给他们嘛。然后我这次想说，因为柚子他因为我们的猴子大学中山大学明年就要迎来毕业了，就是顺利的话，论文基本上明年就交出去就要毕业了嘛。我想说，祝福性的可能包个我们尊爵不凡的3200这个数字给他压着，然后祝福他要顺利利毕业。不收，你知道超有尬词，就祝我不要收。你那个红包给我压着，等到我拿到毕业证书，我再过去领。我靠，真是超总裁系！我就说这个柚子是潜力股，一看他知道是我未来的那个总裁的那个位置，先帮你留下来，好3200，谢谢。
就3200包给柚子之后，他一领到马上加入高阶会员，哇靠，是不是永动机耶？双赢的局面。谢谢柚子跟米娅这一次的摆摊，对啊，然后就也很感谢我们这次轻松卖，我们的就是算是业绩吗？还是说卖的还不错真的很谢谢高雄场，大家还是很捧场哦，就是集中在这2个星期，对，这2个星期爆出来才知道老师扛了这么多，老师辛苦了。薄荷是啊，薄荷说我们这次的那个75C 的战声怎么有好熟悉的声音呢？对啊，怎么不晓得做梦起来就怎么你们的声音都出现在金币奖了，我帮你打上去吧，小天谢谢。然后好啦，题目定好再拼吧。好，你记得要回来。就是领到毕业证书，我这个红包就这样压在我车上。对，我其实那个红包是已经准备好的状况，我已经压在车上 ，OK 了。对啊，谢谢柚子。然后不知不觉，老师已经20个月了，而且我刚刚睡觉起来，我想说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讯息，然后老师就整理了一份很细致的我们的文件，然后各个专辑的一些 rundown 吗？还是一些什么 final 的一些名单 blah 的，就哇靠，不愧是专业音乐人，就是都非常的细致这样。哎呦，这不是我们三哥吗？三哥，你的腿长出来了没有？然后马克先生，可惜没时间，不能去逛逛 FFK 啊，没关系啊，因为像不可能明年就没有啦，只要 FFK 还有。就身为高雄的猪猪，一定还是会继续报下去。只要我不要又忘记报，不然就是又忘记就要填2摊这样子。柚子超帅，柚子有种那种温酒斩花胸的感觉吗？怎么还有战声报？有战声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有战声？我们是对耶。我上次那个战声怎么弄掉？算了，我不管，反正就还没弄掉，我就还没弄掉啊！小妮妮你来了，谢谢小妮妮，谢谢。我最近有看小妮妮，很像小喵喵的形象演出来了，是不是？你们2姐妹怎么都这么香啦？2姐妹姐姐看了都好想抱抱。为什么有战声啊？我那个战声，等一下。谢谢，哇！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出来？他应该会有那个1、2、3、4、5、6、7、8出来，他那个去哪里了？对，我记得我关掉，但是我觉得那个等一下又来了，因为我还在跑圣火，是不是？我们金币奖还没结束，是不是？这果然一切都是梦啊！果然什么事情都还没结束啊！老师完蛋了，我们的 final 还没结束，我们金币奖还没结束，我还没去日本，救命！然后串联的效果我没关到哦，这不是我们福利熊吗？圣火的后台，奇怪，他好了，不管了，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哦，就留着吧。留着，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战声的一些活动啊。首先谢谢小妮妮帮猪猪拔旗，谢谢小念猪猪了，打起了，我们建立新目标。那接下来这个新目标我要问你们，而且我真的觉得当初这个75C 的汉字啊，牛妈真的帮我们选得太好了，因为有武将的武，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女孩子的罩杯也可以这么的帅气，真的是太感谢牛妈了，谢谢你们！哇，等一下我再设定新的目标，有75C 有没有很帅气？有帅就拔旗，我真的觉得这次金币奖释出75C 真的是太帅了，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动作设计老师，
还有 Double 老师，就是那些老铁的音乐人们，然后动作设计老师的老板其实也是 Double 老师的老铁啦，也是 Double 老师的兄弟哦，真的大家都很挺，太挺了，真的谢谢。75C 有没有很帅啊？有帅就拔起，而且75C 这首歌有烧到那个演算法就是有很多新的观众有一一来留言，然后我昨天在睡前我还特别就划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快点截给我们，就是可能 Double 老师的群主跟吴星他们还有娘娘，我觉得好感动哦，就觉得啊，就是好，总之快点回归开台，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聚集在猪猪频道。然后这个趴趴熊谢谢40个月的已世足总裁了，但是我记得你不止40个月哦，趴趴熊小福利。歌词写的75C，对，丁熊那个也是吴昕特别帮我们量身定做的歌词，因为其实你们应该有发现75C 跟精明干练跟我们原来想要用的文字是不太一样的状况，那你们等我一下，待会我会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但是我记得我应该是有讲解过啦，就像我们那个昨晚对已经设定好了待机室的这个封面哈08精明干练，对，怎么跟我们之前的精明干练不一样呢？对，这个稍微会跟大家做个解释。对，我追一下聊天室哦，好，谢谢大家的赞声哦。又回来直播，然后娘娘的这个祝生的这个钢琴版，然后又看到大家的留言，哇，真的是我真的回来了，而且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品质有没有杂讯，然后跟我现在声音的 balance。对，我刚刚应该有请你们听过，但是还是不太放心。然后趁大宝老师在的时候，也帮我听一下，有没有再需要调整的？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录音工作真的要收到一个非常非常尾巴的段落。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有一首歌，希望再更好。所以猪猪也想说，快点找时间，有一首歌的那个要唱过去一下。对，所以就就是目前的配信声音品质如果还算 OK 的话，那暂时就不动。等到我那首歌最后确定录过去没问题，可能再请草草帮猪猪再调一次，就是比较就是我们配信状况的声音很 OK 的这个设备的部分。哪次不帅哦？对，动作设计。还有是武魂，对，然后动作指导是大力老师，还有佩农，真的谢谢这2位老师，超级的专业，就是反正不管怎样，举手投足就是帅，这猪猪也是很努力的，就是那个举手投足的那个对拍，对，腰酸背痛，你知道。说到75C，穿着摆摊那一件已经穿3，对，快要练请问好，单兵如何处置？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出新的 T 恤？你们觉得呢？我好热，好想脱衣服。我看到你们就好热，怎么会这样子？谢谢我们柚子很专情的帮我们连续3年摆摊都穿着我们的75C 哈，穿到整个那个印刷面也要裂完了哈，真的是非常非常专情哈。我们可以考虑，我们有新的 T 恤可以快点来安排印制一下了。记错了，没有40吗？没有40吗？我记得早就超过40了，不是吗？等一下，趴趴熊的年资，等一下哦。我们尊爵不凡。说到这个，你们这次的那个香菜三明治饼干应该都有收到了吧？我真的觉得这次的配方也好好吃哦。为什么每次都是可以，就是把这么猎奇，然后这么冲突的这些料理，然后做的还是可以很好吃啊？自己在夸奖自己。等一下，我要怎么去看那个会员的？完蛋了！我要怎么去看？我甚至忘了怎么进去看大家的那个年资。等一下，他的年资。等一下，应该从这里。大家的年资应该从这里，然后在这里，然后对，趴趴熊如果啦。好，如果是总年资的话是40个月以上了，对，因为趴趴熊的话基本上还有用我们的绿箭很帅气的投入我们1年半年的
这个蒙总啦，但是实际上在我们 YT 是19个月了，但是我跟你讲不止19个月，就这样结案。好，我催一下大家聊天室，等我一下。然后话说，柴是不是又在皮？基本上他12月是毕业的状况，然后我不晓得今天配信完，或者是之后我又在制作，就是我们的回馈的时候，他会不会又延毕了？这个就可能要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了哈。然后，谢谢，这位是波西的加入啊，波西好久不见，我回归快台了，伊萨兹福利，好久不见。对啦，出啦，目前听起来 OK 吗？谢谢他吧。然后这位是嘟嘟可，好可爱哦，嘟嘟可，谢谢你来猪猪的配信。然后我看一下哦，欢迎降落，谢谢波西的降落。会啦，既然如此，很像真的该出新 T 恤了。对，要出精明干练，我觉得精明干练跟75C 很代表。都可以出因为你看现在我们那个75C 的 T 恤是前面，然后我们的联名外套精明干练是印在后面，哇，一整组非常非常的专情。如果拥有的你们真的是很专情认证水灵宝贝。然后现在我们新的 T 恤可以来张罗一下了，因为这种新 T 已经不敢，为什么？是因为真的吗？是因为太古老了吗？还是说它黄掉了？我们细心听那个时候是猪猪在出配信之后第一件出的 T 恤 ，YT 里程碑只会写对，没有错，要囤10年才是可以，不是，好，长官可以囤，长官的那个实验用的那个冰箱基本上保鲜度非常的够囤个10年应该还是可以吃。我到底在讲什么？居然不阻止你们。对，欢迎降落，然后也谢谢我们的薄荷29个月里面上下掺杂着我们的高阶会员薄荷。对，降落午餐，我肚子有点饿，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天，大家到4点半再带大家降落到我们的这个新专辑短秒数的试听的这个影片然后欢迎降落，谢谢你们，欢迎燕丹，好久不见，然后哇妹不送中岛大家好久不见咯，大家好久不见咯，猪猪回归开台了。那我猪猪看嘛，群老群，别这样，小天，听说战生也有你，别这样。然后小妮妮，谢谢7个月啦，最菜的漂亮宝贝吗？不菜，再菜你都可以决定我们当家总裁。再菜你也是咱们的当家总裁，我们小妮妮，请问你这个月要寄出什么可怕的料理给大家，还是说你想放过大家？都可以跟猪猪讲哦，都可以跟猪猪讲，谢谢，哇，谢谢小妮妮，谢谢你想猪猪，小妮妮，谢谢你觉得757很好听，我也觉得真的是超好听，小妮妮7，有没有听到我们小妮妮的赞声又出现了？对，旗子来了。旗子来了，然后又拔了，旗子来了又拔了，谢谢连续拔旗的小妮妮，祝生也不错吗？我觉得不止祝生，这张专辑对我而言每一首歌都超级完美。然后这位是蒂恩嘛，谢谢你的降落，少吃一餐芦丝葵就可以调教皮彩了，没有错。对，虽然说我们高阶会员基本上32块很便宜，但是呢，我们的迫害卖场30块更便宜哦。欢迎大家喜欢爱用绿界来支持猪猪，以及惩戒你喜欢的那一位观众，或者是赠送你喜欢的那位推非常非常独特富有台湾味的我们的回馈礼物哦。欢迎我们高阶会员的这个绿界卖场以及我们的迫害卖场用起来。再出个审题也行，只是字就是细心嘛，我可以再重新写，是不是？也可以耶。审题已经抽到果然黄掉了，真的是不好意思，谢谢你们的专情，真的是该筹备我们下次有一些活动的一些新的 T 恤了。巴林液态，等一下，可以不要放这么久啊？对啊，大姐拉塞想囤，但是被要求吃完吗？对。乖宝宝就是要快吃完是吗？我相信小妮妮跟小喵喵应该已经很快的享用结束了，就连我们诺都很乖的把它享用完了，是不是？我们诺就是痛并快乐着的，连配信都开了，没有看到吗？对，我们1元的音效还没有关，甚至我不晓得要怎么去关它，就放在那边。哪有雅晨，你哪有最菜的？我们谢谢雅晨也是持续用绿界在支持猪猪哦，真的。哪有菜？每个的都是，不是，你们全部都是
都是战声大佬到底哪里菜了？你们都说是自己菜，你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年资第一名大佬，你可以不要这么菜吗？你如果说自己菜的话，那聊天室大家大概没有不菜的。然后猪猪的破坏卖场好像已经指定好观众更衣，是你的错觉吗？破坏卖场不是指定的是你们呐，恰恰要指定谁吃，你们想送给哪一位观众迫害，指定的永远都不是我啊。对，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最近有那个吃开头，那一定是你们业障重，那是你们眼睛业障重，那个吃开头那是假的，你们想迫害谁一样可以迫害谁，开心的迫害吧，对不对？趴趴熊，我们的迫害大佬，对不对？然后我看一下，白色的衣服舍不得穿还放着吗？其实我也舍不得穿其实 75C 跟醒字 T 我自己都有留一件，然后都挂在我的衣橱。除了就是我们今年的 V-Stage 演唱会，我特别穿出去，是因为我想要跟你们一样，我想要在很难得可以见面的线下演唱会穿给你们看。对，因为通常其实我也都不会穿在身上，因为很容易就被认出来，之后被诺美味的吃掉了，是吗？他有什么呀？没关系，他就继续臭，因为我们的玲学长的爱心帮他供应到明年的4月，他就继续臭没关系，我就让他继续臭，反正不管他臭不臭，都一样会吃到，那不如就臭吧。对，我了解他的心情，反正不管会不会臭，一样会吃到，不如就继续臭下去吧。我说霸道以拉萨，因为对。被迫害人选就那么几个，的确是呢。然后水灵宝贝直接是被关照人选，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飒爽的福利熊，直接1年的生日蛋糕送给水灵宝贝，就连福利整个也是投放给水灵宝贝。所以水灵宝贝不管当月的回馈是什么东西，他还是得吃。水灵宝贝开心吗？好好喝水。老婆的知名干料是我们的业长。我的烹才是你们业障重，好吗？老天爷，明年4月，我跟你讲，到明年4月很快啦，一转眼4月就代表那个朱迪卡的生日又要到了啦！哇靠，我今年5004岁，我到了明年5月5005岁哇靠！天哪，这是天长地久天哪，好想跟你们天长地久！我决定要立下一支旗，我今天可以回归开台，谢谢你们马上拔起，我要继续让你们看你们拔到什么时候。好吧，第3支旗真的应该就真的随性了。天长地久，想要跟猪猪天长地久吗？要天长地久。好，然后结果这个旗没有人拔。我现在开始在乱玩这个目标的棋，好想大家要玩，我要玩。发生错误为什么不让我射？他说发生错误不让我玩怎么可以这样子？等一下不可以让我跟大家天长地久吗 ？Hello， 子野先生。然后对，我们水灵露出了非常开朗的笑容，谢谢发发熊大佬。等一下再一次，要不要跟打错字？猪猪天长地久怎么变注英文了？地久，要天长地久。然后我要设这个跟这个。要跟你们天长地久。好，应该是有射了。好，要跟你们天长地久，不可以不拔哦。开始情了，说好了一辈子。亚琛，说真的啦，每次观众说到一辈子，我都会心里想说，其实搞不好观众毕业的比我们还快因为观众来来去去，我们即使可能想跟大家一辈子，但是说真的，就是来去自如的观众们，基本上搞不好毕业的比我们还快，你知道吗？因为娱乐产业实在太竞争了。对，有机会我们就一辈子，对，就处在这边，对，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我其实我们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写给你各位弟弟的，那首歌是他妈这大宝是混的，真的是让我想到了我的偶像之一的滨崎步步姐。这个梦没想到在这张专辑里面居然可以获得了一个圆满。这个梦是可以这样一圆再圆，一圆再圆，一圆再圆的吗？我没想到最后那首舞曲会混到一个我非常梦想中的一个舞曲的样子，直接就是布姐的舞曲，整个回忆杀整个炸开。好，总之好期待4点半快点到来，可以带你们稍微匹乓起来我们短秒数的各首音乐的试听这样子。那至于那一首歌是哪一首歌，让我卖个关子。对，那首是写给你各位大弟弟，臭你们臭到不行的一首舞曲，超级超级好听哦。像是在求婚吗？应该不是啦。我觉得生而为兄弟的我们，不是已经在金币奖的传火马拉松做见证了吗？对，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朱蒂卡，是不是雪哥？一辈子的兄弟，算了，不要一辈子。哇靠，这是土味情话之王他哇，怎么办？雅晨，你那天到底有没有参赛啦？我都忘记你到底有没有参赛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没有参赛？对，然后才哇，这参赛下去大概跟他瓦不遑多让，我的天哪！不要一辈子，要下辈子。不，等一下不让我射什么东西，不要柚子，你摆摊后怪怪的，是不是可以把人数拉高一点吗？什么人数？他瓦什么人数吗？然后天长地久，三哥好好选字哦。YT 拆散你们没有 YT 这样乖了，你们要拔哦，要拔。这不是我们盛红吗？这声音好熟悉，我们加入会员40天，听说这个40个月啊，盛红，而且你有出现在我们战声大佬的那个声音里面哦。YT 觉得天长地久太沉重了，对，但是他在我这个软硬兼施的状况下，还是首肯了，没办法。那是王董大王，不要一辈子太沉重了，我们聊下辈子吧。对哦，好土，真是。陈胜吗？你好哦，曾经拥有过吗？有，现在过去的每分每秒，你们都是我的曾经。好渣哦！一辈子，我现在只想盖贝贝啊！这就是我猪农先生伊拉塞。我看到猪农先生，我都想到就是现在可以安心的吃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湾。对，我们现在有安全的猪肉可以吃了。猪农先生，写给弟弟之歌。你想到一个很危险的弟弟之歌。哦，好，这个猪猪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专辑里面那首写给弟弟的歌了吼。好，我现在快点追一下聊天室，那是舞曲吗？看不出来，感觉跟面都差不多。对，我在想说那首歌基本上有参加我们募资，然后有把我们的募资的那个内容看个仔细的，大概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对，我也没想到那首歌居然会是这么像他的舞曲，对，就跟蛇一样哈，蛇一样。哎呦，冬至要到了啦，你各位记得哈，我要加个滴滴。这个填词一辈子真的很沉重哦，太沉重了。对啊，我不只要一辈子，我还需要有 double。对，为什么 double 呢？对，因为贝贝真的很温暖，有2件被子真的是何乐而不为。想吃汤圆了呀！吃汤圆的节气也到了，我们的冬至刚好就是在礼拜日对。然后那个滴滴之歌不是有了？滴滴之歌就是我不晓得猪猪有没有听过你们那一首滴滴之歌，但是我们的滴滴之歌真的也很赞，对，一股寒意吗？好，你们所谓的那首滴滴之歌是不是也是也是臭爆？因为没参赛在场上归他人，什么滴滴什么哪一首什么参赛？那你有这种让观众一辈子不变心吗？要好病娇哦！等一下，恰恰是在讲病娇的东西吗？什么说过土味情话的？他哇，你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土味情话。你大概跟雅晨站在一起，哇靠！不晓得为什么会有浓浓的那个土味，有那个萨巴，不是萨巴鱼黑虾会吴国语啦，台湾雕的味道飘出来，你知道那个超好吃的吗？那个浓浓的那个台湾雕的味道超好吃啊！不对，肚子好饿哦，是不是太累了？稍微怎么包工哦？再见，不是我早上才看到我们雪哥那个鞋子没问题吗？对，一元再元，然后就是美好的良缘，哇！
啦。好，小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我们不遑多让的土味情话之王啊！然后在小北百货同去什么观众脖子上，我可以不要用这么病娇的方式让你们不变心吗？但愿还能再活10年吗？不是吧？不是，你们现在是我们台湾经济产业的中坚呐，非常坚定的坚呐，这个台湾经济靠你们了，你们至少可以再活30-40年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不是煮月蛋就可以一辈子吗？哦，是这样子吗？我怎么不知道，长官？天长地久很棒，有吃有喝，这帮再上一盘，再加一盘生啤酒，肚子好饿哦。说到这个啊，我下礼拜我们的24号真的要迎来我们的专辑数位版上线上架发行耶，然后我们那天跟大家约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干一杯，真的太重要了。15天竞载的头数总算没有错，这真的好好吃哦，就是竞载的那几天的那个份，我全部箱都囤在我家的冰箱，也就是说开放15天开放之后，马上去找那个肉摊的阿姨，跟她说全部的梅花肉我都要了全部的松板肉我都要了，请帮我切好，然后帮我照份数装好。我大概请阿姨装了15天份吧现在冻在我家冰箱好爽哦，每天都有猪肉可以吃。所以大宝老师有扛，对，怎样就是请大宝老师来扛就对了，对，老扛了。天长地久是什么酒的种类吗？我觉得应该有吧，我们台湾这么爱谐音梗，天长地久酒商应该早就有想过了，对不对？需要 double 的贝贝吗？就是我的小天你今天整个土味情话上升欸，我天哪，我们今天有三位大大已经变成土味情话的样子了，等丢 DC 给啾啾看嘛。好，谢谢。现在突然觉得好冷嘛，先躲贝贝嘛。这个天气真的很需要贝贝，需要一辈子，很需要，因为真的很沉重嘛，不想起来。就像现在才消化完吗？没有，就是它那个是新鲜的那个温体猪，然后猪带回来买回来马上冷冻，马上用我们家的那个冷冻柜很新鲜的冷冻着，所以像每天就有一份一份的猪，就是可以拿出来马上料理，非常非常的新鲜。如果你是土公养的，一定是环我真的觉得我太久没看到你们了，你们那个土味真的是无处宣泄的土味，像是瞬间爆发，你们知道吗？没啥问题，下班要去买鞋子，顺便去定制3D 列印的脚掌，先穿上去，好酷哦！3D 列印的脚掌因为2个亲戚40岁就过世，真的假的？盛虹亲戚这么早就去当天使，是因为有什么癌症之类的吗？希望好，总之，因为有些是家族遗传性的，可能要多注意。但希望你们都可以长命百岁啦，跟猪猪就是真的是有机会能够做多久就一起走下去吧。然后，小狐狸午安哦，好久不见哦，各位兄弟咯，真的好久不见了。好好的干一杯嘛，对，我们的干真的，我真的很不可思议，现在回归开台的状况下，真的好如梦似幻哦。You made it out of you，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叫《如梦似幻》，谢谢大家。我好追一下聊天室，因为那15天竞载头数也要消化，所以变成正常出货。哇，这样生活中这样才会减少头数来消化这15天的。好的，竞载那15天，猪农先生还有猪农的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哦。还好现在都已经正常供应了。那干3杯，等一下3杯猪肝也很好吃猫薄荷，一股土味如火爆发。聊天者是2个重叠啊？聊天者是2个重叠吗？有重叠吗？我们又 double 了吗？我们现在又让 double 老师又出来扛了吗？聊天截取是 double 的吗？真的？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老师你又扛了，老师。不是我们这朱蒂卡真的50克已经变成了一个2倍的形状。我们这个做专辑做到50克都有2倍，对，就是最近2倍老师的这个真的是太扛太红了，你知道吗？我就连我的聊天室，
我就连我的聊天截取也必须要致敬2倍，因为这实在是太扛了，好不好？我们大宝是金币扛，专辑扛，嘿，某某事件也扛，到底有什么不扛的？是不是？俗称假肢是吗？我愿意成为你的被子，冷的时候包覆你，在你难过的时候愿意包在你怀里听你诉苦，愿意成为你最佳后盾。谢谢，也谢谢你们的战声，成为了我们75C 这首歌的最佳后盾了，真的是超扛啊，超扛！国军哦，对，是国军长官小狐狸没有错，我们辛苦的国军们，6点不是6点，对不起，4点记得要醒，我真的累了。对，我真的怎么睡都睡不回来。对，这里是西星，对，我们是预计4点半降落啦。对，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件很蠢的事情，我的车子今天就是预约要回厂健检，很像是落在那个5点这个时间。我在考虑说，我们的那个专辑的那个短秒数的这个试听影片，是不是真的要挪到4点？但是如果我真的跟大家聊不够就不行，不管，我还是一样4点半再让你们试听，对，不管。但是如果真的觉得4点聊到差不多了，很像也是可以提前降落过去。我只是觉得好蠢哦，我完全忘记我今天车子要开回去健检，天哪！长命百岁要加上身体健康，不然我觉得有点恐怖哦。他哇，你讲到一个很重要，你明明年纪轻轻，你就这么了解那种身体健康的重要性，真不愧是我家大佬，真的是。这有台币唱母后如梦似幻吗？哦，有没得呀的用你这首歌我已经说配线到现在唱还蛮多次的，可以去翻一下。这位是波鲁水伊拉塞，怎么办？我有个朋友很爱讲那个 Holy shit。但是这里不是Holy shit，是波鲁水，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对我朋友嘴巴臭，对。然后对我们 YHO 老师最近也辛苦了，YHO 老师最近的肝大概也都燃烧殆尽了，还要自己生长出来。YHO 老师你也辛苦了，对，2倍老师要一直扛，对，扛到天荒地老。那个心脏呢，最近好啦，大波老师最近怎么样都可以扛最近要不要这么扛啦？就好，我们5000老师有预测到，猪猪10月开始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鸡王都被预测出来了。我就问5000老师，难道没有稍微帮我们这位2倍好兄弟预测一下，我们大宝老师在年底要扛这么多事情吗？我们5000老师很亲切的在3月就要我注意，10月开始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很多莫名其妙的鸡王会发生，对，我就问这个5000老师是否可以早点把这些这么扛的事情算出来，让大宝老师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5000老师在我们 B 界已经晋升为非常有名的人形乖乖了哈，我们也恭喜5000老师。我相信我们很多线下活动只要带着5000老师就没有问题啦，一路顺，比这个我们那个乖乖本体还顺的人形乖乖5000老师。好久不见了，小狐狸，收到亲戚。想到今天妈妈突然跟我说她哇，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可能需要开个刀，但是我相信会顺利的，好不好？我觉得如果你们相信神学的部分也可以去拜拜一下，我真的觉得会被保佑到啦，神明是很慈悲的，对，什么都要2倍，什么不要乱讲形状，好，对不起，形状什么的我先不要乱讲，然后3个英文字也不能乱讲，对，就都不要乱讲，对，这个大家会非常的 PTSD， 对不起。然后什么5000老师啊，好，我我变成了好随身携带的5000老师，需要在我身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好，我们就不要再讲什么形はダメ、形は嫌、形はそれがダメ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在唱台语歌的时候就必须要随身携带5000老师的状态。好，就这样子。5000老师伊拉塞，5000老师，我们最近努力的在赶这个分镜，应该也告一个段落了。5000老师需要补充一下热量，我们12月底就有机会一起去补充好棒的热量，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在这个礼拜会跟大家公开。关于草空间的那几杯热量真的是很棒，很扛，对，该去喝2杯了吗？我跟你讲，遇到宝师真的是太扛了，所以草空间的这个活动一定也会好好的招待一下大宝老师，对，超扛。金币奖要扛，有难世界什么都扛啊！不是燃烧神教，是那个大使环卫，辛苦了。赞声的是啥？头好痛。
有这个记忆想不起来吗？我也觉得我想不起来，甚至我觉得我追不到聊天室。等我一下，谢谢两位老师团队后置大家的赞声，真的两位老师真的超扛的，让大家一起体验录音的辛苦。两位老师，我看他们这么皮的状况下，他们绝对没有感受到所谓的辛苦，他们还是继续在欺负我，只好强行续时间嘛。然后什么不，我精明干练，你没有看到我旁边那个08精明干练吗？我专辑做出来了，我该精明干练了吧？我该了吧？对不对，小狐狸？哎，这不是开关先生吗？继续躺着赶稿，等等看，我先老师的台语不止很好，他连英文都很好。那个我先老师你说的那个是我们等一下的那个短影音的那个试听短片吗？是这个意思吗？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出现被骂。不是暴露雪先生，我不是要讲你Holy shit，我只是觉得我朋友嘴巴很臭，不是这样子，就是多倍老师，轻松老师没收到2倍老师先生，哦，的确是，哦，这不是我们的阿月饼吗？伊拉少一定会顺利吗？好奉茶，好，我该喝茶了。我追一下聊天室，等我一下。天啊，我们的传火马拉松已经过了，为什么还是这么传？太多关键字，对。而且最近天气很冷，我今天穿短袖，好热，好想脱衣服哦。两位老师录音是啥？怎么听不懂？对，要让你们感受一下录音的紧张感呢，对不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被臭嘛，对不对？打妹，对，说，打妹打哟。我觉得聊天室不要再什么双11跟双12什么，我快扛不住哦。那个雅晨最近那个货运量好像有点多。你还是得扛啊，雅晨扛下去。我们 Double 老师都扛了这么多了，你是不是稍微的？对，我们致敬一下 Double 老师，给我继续扛下去啊！起来，对，只是一打什么日文片假名啊，那个是 Double 老师帮我们打的。我想说，天哪，怎么这么 international？ 怎么这么的 international？ 我还在那去查说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的英文片假名啊都非常非常的烂，所以我每次去日本，如果要有那种片假名出现，我都一概很懒得查，我都直接就旁边抓日本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吗？然后他们就是再发一次音。然后我就直接很委婉的跟他讲说，你们可以解释一下他的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就好了，你不要再讲那个什么マクドナルドそれがいらないわ。マクドナルドとかコンビニとかそれがいらないわ。就是他发出来的声音已经不是原来的英文的声音了，那个再发过来给我。这困りますね。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什么东西就好了，不要再发一次那个音，很困扰，对。然后下次期待被骂吗？不是，波鲁雪先生，我这边不骂人的，我不会骂人。可是呢，你来的正是时候，如果你正好喜欢被骂，喜欢被鲁小小的话呢，我们刚好下个礼拜的24号，好像礼拜几？那是礼拜3，对不对？24号就是我们表弟我们的台语专辑要发行数位版的日子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日子。这个还是我们武庙的2爷帮我们选的吼。没错，下周3就是我们第2批台语专辑的数位版上架，这是个良辰吉时啦。那天有跟大家约定好说，就是谢谢你们的发起，然后那天要就是1年1度的圣诞酒杂卢小小，我不会请了，但是我可能会稍微跟大家1年1度的举杯，跟大家卢小小一下，顺便庆祝一下我们的圣诞节，以及很重要的今年度真的忙到整个肝都没了，忙到2倍老师扛到不行的我们的第2批专辑正式发行的那一天，真的要好好的跟大家举杯，是不是要配个什么咸酥鸡啊、鸡排啊？是不是跟大家举杯狂欢？是不是来喝个什么那个喉咙优异？我不会喝酒，喉咙优异对我而言就已经很尽力了，已经是很棒了，对。然后圣诞节拍接收，这是什么东西？别说圣诞节还有跨年吗？圣诞节要跟大家一起举杯卢小小庆祝一下我们专辑发行。然后跨年怎么了吗？跨年你们有什么行程吗？不是很好吗？对，跨年之后还是过年哦。对，然后对，雅总撑着，还有好多的节日扛着啊，扛下去嘛，对不对？迪卡这么温柔，真的，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做人真是太温和了，你知道吗？我只有你们给我机会骂人，我也骂不下去，我只会变成卢小小而已。就说这么温和的我，你们想不想跟我天长地久？想就跟我上面快点那个旗拔起来，怎样天长地久就不想拔了，是不是？你们这群大滴滴，我们这群大滴滴真的应该要被我们专辑里面的滴滴之歌好好的惩戒一下，真的是很舞曲，很摇，超摇的。但是那一首舞曲真的是让我感动到，真的是这个梦是可以一圆又圆，一圆又圆的吗？就跟我们大布老师是可以一扛再扛，一扛再扛的吗？对，总之这个年底迎来了很多很多的 supply， 很多很多的扛，很多很多的意想不到的行程，还有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日本行哦。虽然很多事情不能透露，但是我们很多很多好笑的东西可以在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追一下聊天室哦。下周三是我们盛虹的发行日吗？真是很美妙的发行日哦。然后不骂破防了，等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圈子大家都这么喜欢被骂？你们知道好奇怪。然后跨年之后是过年的哦，没有错，我们雅晨扛起来吼。老婆朱蒂卡追问我从来不骂人只会踩你吗？这个一定是在梦里什么都有。雅晨，雅晨你继续去送货，雅晨。什么吃的都可以吗？什么吃的都可以啊！我想吃什么，要喝喉咙优也可以赚。说到这个，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日本行，我们也是有结束后的庆功宴，然后对我真的是很快就醉了。就是我有分享那个很甜的那个螺肉，那个真的是我吃到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螺肉的那天，我不小心点了，就是很美酒的美酒，然后很快就头晕了，真的很弱我先追完聊天室，我再跟你们聊日本行。来吃了新一期的豪宅地契吗？那个是什么东西？很扛的大宝老师，请问豪宅地契那是什么东西？是有比我们高雄的什么芦丝葵，或者是那个什么岛屿还要再贵的那个什么东西我们朱蒂卡现在真的是忙到现在就每天只能吃香蕉，对，因为吃香蕉太重要，香蕉真的很好吃。自从乌仙他从那个韩国回来带了巧克力点心，我是每次一定要拿他那个点心配香蕉，不然真的觉得浑身不自在，真的是太养生、太健身、太好吃了。对，我像是每天只要有香蕉就满足了。所以什么豪宅地契那什么东西，这你不骂人，但迪卡会辱骂。会辱骂人的小狐狸，那什么意思？辱骂人是什么意思？我不会说连谐音梗我也听不出来了吧？我就是太温和了，盛吼，是不是？燕蛋什么嘴巴？你看就这样子，就是说我砰！我明明精明干练，我只是昨天好像不小心让大家看到了一下封面，然后大宝老师很像还藏得很辛苦，然后。我就不小心也就让大家看到了一下，那样子，真是什么事啊？开关先生，24号期末考直播间是耶，25号，可是我是24号要开喝因为25号我们已经变成了国定假日行宪纪念日，所以25号猪猪也没办法开台，所以我们是24号开喝这样子。迪卡温柔只会抽人跟什么物理拳击抽你的心，对我上次真的是直接重击小天的心脏。对呀，滴滴之歌真的是我们吴昕老师这张专辑，感谢有你。我们大部分的词都是吴昕老师贡献的，他真的是我们的神啊！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张专辑的歌词，你们知道吗？希拉托利桑伊拉塞，远了又远，远了又远，保安，保安是可以叫远了又远，远了又远。台湾的水果啤酒跟什么台湖的水果是也很棒，对啊，真的都很棒啊。然后。怎么办？我觉得我追不到聊天室，我怎么追不到聊天室？完蛋了！你们是恶魔，对，他们是恶魔雅晨，就是圈子骂人是奖励，可是温和不会骂人。迪卡真的非常棒，我就是太温和了，是吼，就是太温和了，你们知道啊？就这样子，一秒躺平。对，又是说那个替我儿子报仇，哈，等一下，聊天室对超难追的什么猪什么。好，问一下两位老师，吴昕老师吃迫害了吗？
吴昕老师跟两倍老师，我会选择性寄给他们呢。像吴昕老师，我跟你们讲，吴昕老师的生日因为是在11月份，所以刚好那个月份是我们非常和平的那个什么。就是超度压模饼干，我就快点寄了一份给吴昕老师，慰劳他非常非常辛苦的脑细胞。然后 Double 老师的生日月刚好是什么，你知道吗？刚好是我们的那个生乳卷，我们的那个什么皮蛋香菜生乳卷，但是不行，因为我们 Double 老师是香菜爱好者，我觉得这个皮蛋生乳卷这个太适合庆祝，所以我寄了2倍的皮蛋生乳卷给 Double 老师，让他可以跟娘娘享用一下。然后最开心的是，Double 老师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但是应该是可以哦。Double老师有帮我分享给我们台湾金曲歌王，我们的土豆，我们的世轩，品尝猪猪的生乳卷，我们的皮蛋生乳卷，我真的是欣喜若狂，你知道吗？他有拍影片给我看，但是我看到之后没有分享，是因为我想说我低调，对，我想说我就默默的开心在心里面就好。而且我们的歌王还嫌香菜味不够重，你知道吗？因为歌王很喜欢香菜，然后他就真的是大口咀嚼说，哦，真的可以。可是香菜味不够重，我们香菜可以再放多一点。我就，果然同道中人，真的很想给他 give me 5一下。对，谢谢，真的太感谢了。所以福利手，你又想送福利了吗？福利手，我们庆祝式的送福利是没有问题的。对，即使可能这个月我们小妮妮很像有想要寄出老干妈辣椒的样子，但是我们还没有成定局。对，反正不管怎样，你们的迫害收到了 Double 老师以及吴昕老师的手里，绝对就是他们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啦，他们会感受到你们满满的心意。对，老师不要杀了我，阿月饼不会啦。说真的，阿月饼你提出了这个菜单，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赞，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真他妈超好吃，真的好不好？大家开心的会吃得很开心，不开心的就不开心啊，咬我啊！不开心你们找阿月啊！和平124提早交卷，可以啦，我喝久一点，应该有机会吧？反正那天就很 free 啊，而且又是我们专辑发行的那一天，应该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把专辑听一遍吧，对不对？对，老师是我们香菜好朋友。我刚好像中间有一段那个聊天室没有追，然后就不小心为什么，就是他那个自己啪的一声，聊天室他自己变成了最新进度，那就代表我不用追了，谢谢大家。就不要追，所以下次去吃热量，不然怎样一定不会有香菜，对吧？亲爱的吴昕老师，你这么辛苦，我们的草空间那一份一定有你的。你说可以不要有你，怎么可以呢？草空间可是猪猪跟草空间很难得的联名点心。你说那个联名点心里面不要有香菜，那就代表那不要有猪猪的意思了，是吗？香菜不要，猪猪也不要了吗？吴昕老师，我还没有开始酒杂声哦。没有，我只是预演一下下个礼拜3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时不时你要我情乐不下去，但是我就跟你鲁小小，你不要香菜，所以你也不要我了是吗？我香菜，我不要，寄了2倍的香菜皮蛋生乳卷给2倍老师，是的，他哇，黄山亮老师没有，黄山亮老师不敢，真的是不敢，就不敢，没有什么下次还敢，就连一次都不敢，人家毕竟是大不敢，真的不敢就是不敢，这吃完就会唱空头歌。长官很懂这不会加香菜的对吧？吴昕老师，听说他那个香菜都已经融为一体了，你觉得即使你想挑起来，你会挑到天荒地老的？你在那边挑到天荒地老，店家关门了怎么办？吃下去不好吗？那是猪猪费尽心思跟店家好好协调出来的联名点心，吃下去
绝对是很幸福的，不是吗？绝对是很幸福的。就像我们小妮妮想跟猪猪天长地久的心意，我也收到了。吴昕老师，我也想跟你天长地久，不好吗？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天长地久吗？对不起，发生什么事情呢？不，我只是在预演下个礼拜三的那个情乐酒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为什么是星际大战的梗图？我觉得我自认不喜欢情乐，不是不会勒，而是我不喜欢情勒。我觉得大家是好朋友、好兄弟，有事就好好讲，你他妈勒什么勒？但是如果你们需要我勒，我就勒。特别是关系到我的香菜，你说你不喜欢，没关系，你可以不喜欢香菜，但是你不可以不喜欢我。因为还没正式开始啊，知道吗？谢谢小妮妮，你们完蛋了，这就是小妮妮要跟我天长地久哦，谢谢发起，谢谢小妮妮，谢谢你们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开台了，又饱了，你看喝多了，小宝就不要，我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时间才来到2点36分，我不管，我要继续跟你们聊天。差点被杀掉。好了，吴昕，你借我预演一下，下个礼拜三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不会再更加重了，就是我的情勒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啦。这个情勒进步，就不是我就不喜欢勒人家，就没事干嘛勒人家？可是我就是看到吴昕就想勒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就像你们喜欢欺负女生一样吗？我就觉得欺负吴昕也很好玩，对不对？吴昕怎么办？我觉得姐姐坏掉了，吴昕姐姐坏掉了，对不起。猪猪撑不久了，久一点就是很完整的情了。对，就是1年1度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1年1度越来越熟。什么好欣慰长官窒息的爱，就是以前。不敢吃香菜，真的猪猪姐，我真的。雅晨，你最近真是送货送到呛掉了，雅晨，你快醒一醒，这感觉比较像 SNR。对啊，就要勒不勒点蛋，对不对？天长地久，对我跟你的天长地久没有错，连皮的。好，我觉得小妮妮这个还蛮病娇的，天长地久到连皮都有，哇靠，这个有点病娇但我好喜欢。好，他娃你很欣慰哈，这个有情了的感觉。好，诸事情了，在第4年总算，第3年还第4年总算好像有点进步了，总算天天在一起就不需要情了，但太久不见需要你热。其实我真的也觉得情了这种东西真的有是跟那种久别胜新婚就是说你们可能情侣间或朋友间很想念对方，勒一下对方，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他很需要我，他很爱我这样。可是我常常这样勒人家真的会受不了。对，就对，不要常拿出来。我们朱迪卡成长了，还是说我们新秀二吗？这是我们久住青烟新秀二先生，对你已经变成新秀二 AKA 久住青烟先生这样，就好像遇到比自己瘦的，容易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不确定吴昕有没有很瘦，他有很瘦吗？吴昕你自认自己很瘦吗？我觉得，吴昕老师应该好有一点瘦。等一下，完蛋，吴昕老师不要生气。等一下，吴昕老师他是可爱，他是超可爱，压力大难免人就困。好，对，柚子，对，陆文加油，我也加油。感受到来自面线聊天室般的杀意，为什么？不是啊，吴昕老师超可爱的啊！而且我们吴昕老师还帮猪猪摆摊的时候，还有用那种竞选般的口气帮猪猪介绍我的摊位，真的超屌的，好不好？啊，这位是阿懒先生，你好，初见啊，你好，这个是好，阿懒跟所有婆婆说初见好可爱。昨天没睡，刚刚坐着打瞌睡，哇靠，
快点，你们那个谁，快帮忙接下我们小妮妮，接下我们39万大佬小妮妮啊，是不是？快接下！是要看现场谁是总受吗？对，攻是比较出来的，受也是比较出来的。哎，武清老师，好久不见吗？我觉得我们常在线上见啊。武清老师现在已经晋升我们 V 圈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形乖乖，武清老师。武谦老师啊，我刚刚就在跟大家聊说啊，武谦老师千算万算，有算到猪猪10月开始有莫名其妙的一堆事情，杀过来，莫名其妙的鸡王扛在我身上。对，但是你怎么没有算到我们大布老师年底要扛这么多事情呢？我们的5000兄弟，对不对？我们武谦老师千算万算，有算到猪猪10月开始有莫名其妙的很多事件发生，有算到哦，超厉害！怎么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们大布老师要扛那么多事情，对不对？对。都扛下来了，很完美的扛下来了。尤其是我们那个最重要的专辑，我们下个礼拜真的就要发行了。而且啊，我们在择日的时候，我们在选择我们要发行的日期的时候，原本是25号，原本是下礼拜，真的是圣诞节。但是猪猪怎么拔杯就是二爷怎么拔就怎么不过，他怎么样就是不要圣诞节，他就怎么样就是希望我们24号发行。然后武谦老师还特别去帮。猪猪问二爷为什么，二爷什么都没讲，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切的希望我们就是24号发行。那武清老师也说好，那弟子就遵照24号发行。那也请二爷照拂一下我们的销量咯，好不好？也谢谢武清老师的帮忙，我们非常非常著名的人形乖乖武清老师线上。大家如果有什么命理或者什么算什么择日啊，是婚丧喜庆这些事情，或者改名改运什么之类，都可以找我武清老师，真的有在服务，好不好？非常的专业。什么问法？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了，等一下，对，要热适度。为什么我越看大家越饿？就说可是直接拿鞭炮这样，这个是我们就是39万大佬独家福利，而且我打给小妮妮，小妮妮还在刚睡醒，超可爱，那个声音超猛的，所以有一点瘦，柚子你真的坏掉了，欢迎加入瘦的一方吗？那个波波好，你这个是已经认定自己是瘦了吗？穿道士服蛮可爱的吗？你们为什么有看过？你们为什么有看过武谦老师穿道士服？说的应该不是武谦老师，应该是吴昕老师，对不起。我想说，你们为什么看过武谦老师？应该说的是吴昕老师，对不起。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女人，你这是不是吴昕老师？你现在突然想要有点公公的感觉有点笨的，怎么办？吴昕老师，刚吴昕老师对着香菜抖的时候，对耶，他娃没有错。瘦是比较出来的，没有错，那个瘦也是对人形乖乖，他一直都这么扛吗？所以你们是已经非常熟络的好兄弟了，就不管年底扛不扛，反正他就这么扛了，就不差这些事情扛，反正就继续扛这样子，反正一直都这么扛这样，真的是因为有件爆炸才变成这样，不是从我遇到你开始变好，从我那天就是那个7倍裁切猪猪开始，雅晨就被那个我们西哥丢下来之后就怪怪的了，对，没有错。然后怪怪之后，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就加入高阶会员到现在。我知道是五虎千岁 AK 人证，是没有错。你要是被认证很正常的事情。我知道是下定的两位老师就是扛，对，就说二爷怎么样，就希望24号，然后就好，那我们就24号，对，就什么理由都不讲，就是给他24号就对了，总裁型霸总型，对。硬扛把子，我要算命，赶稿的我算吧。对，吴昕老师有发现了，都没办法催专辑发售。为什么呀？吴昕老师未免也太，这个真的实在是太悬了，就怎么样？就是一定要24号好，反正我们就24号那天，我们就好好的期待一下我们专辑数位版发售那一天，越看大家越饿。不是三哥，我只是陈述一下，我现在肚子很饿，我这肚子很饿，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事情。可爱，怎么会跟你有关系？不是武谦老师，如果你穿起道士服，感觉应该也是很可爱吧？对啊，我觉得武谦老师的形象应该
穿起道士服应该感觉会让大家觉得很安心、很安详的感觉，不是吗？对啊，我也想看5000老师穿道士服，敢这样子说，从不要。不是，我想老师你，我想老师你像这个台词不要复制贴上可以吧？一直在欺负他，猜出我是谁，我就做你的什么总裁公。等下，我想老师那个你那个很像是复制贴上的台词。午安，大家午安！我们这个迎来了猪猪难得可以开台，但是肚子好饿的猪猪哦。要拼一波提早交卷吗？好希望啊！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柚子那一天我觉得是普天同庆的很棒的一个日子，所以不如我就可能中午吃饱一点，然后可能也是大概1、2点开台，这样子可以跟大家不是跟大家不是跟大家好好的喝聊聊了，虽然说不会了，一直在你们在干嘛？喝聊聊了，这样好不好？喝聊聊了，喝聊聊了，然后总裁跟自己感觉到病毒，等一下。对，我之前有看到那个短影音超好笑的，病毒我命令你从我身体出去，这个真是超好笑的啊 ！Siki 啦，谢谢5000老师，谢谢哇，5000老师，感谢，这个是苹果手机才有办法设定的数值吗？这个好漂亮，谢谢你们，猪猪难得回来开台，看到你们彩绘聊天室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大家继续彩绘下去，谢谢你们，米总的决定。有人决定要不要等一下，爸爸熊，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想要破坏吴昕老师？第一，吴昕老师很可爱；第二，吴昕老师很可爱；第三，吴昕老师很可爱。请问是哪一个呢？我们的福利箱不是吴昕老师是真的很可爱，我说真的嘛。帮我3件一起陪葬，等一下，小妮妮居然一起陪葬都出来了。777谢谢5000老师，谢谢5000老师。趴趴熊对很凶，我跟你讲，趴趴熊他在送福利，他在送暖的这个状况下，通常都不会选，通常都是小孩才做选择，两边都要，知道吗？他决定要乌星。但是呢，已经默默的就连2倍都准备好了。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子，对，随便给大家安排人设这样子。跟大家啵到底什么意思啦？病毒从我身体出去吧，我就跟你一起陪葬。对，这就是无形版本的那个总裁式的台词，你不觉得超可爱吗？而且吴昕其实一开始给人家的印象真的就是很帅气，超级帅气的一个中性，然后该怎么讲？可是见了面会发现，哇靠，你怎么这么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强，超可爱的好不好？就会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这么有才华，然后又可以强成这样，然后就觉得很想要就捏他、欺负他之类的这样子。好，吴昕老师，不好意思，我醉了。对我只是预演下个礼拜的那个酒杂情乐庆祝台，对我醉了，对不起。什么喝聊一下。他哇，你打出这个字好怪好奇怪，再看一眼，好怪，再看一眼他哇，怎么跟大家报8月1号先生你也怪怪的。这波是对，开香槟就是我们那天可能会开那个喉咙优异，然后我要开那个视讯的那个视窗跟大家干杯，就是那个啵。再早也是4点半下班，到时候呢我在实验室偷听，好，没有问题，没有关系。柚子就总之就是大家方便就好。然后 PC 设定的数字，那种以上皆是，肯定是我全都要。大姐你居然还没睡觉？印象中，对啊，因为我们对吴昕比较有印象，就是他台语很好，然后很帅气，很中性，然后精明干练，对。但是实际见面真还是精明干练，还是很帅气，还是就是很博学，懂很多事情，是老师级的，就是学者。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强？
你看，大宝老师出来扛，你看这个不是我叫我大宝老师出来扛，我原本想说大宝老师已经扛了这么多事情了，我们巫师老师当天见到了我们的荒山亮老师的那段影片，整个人缩在角落，缩在桌角的那个状况，那个真的不是我录影纯正的，对，那个这大宝老师你自己出来扛，那真的没办法，那个还是得要大宝老师扛，对，证据在大宝老师手上，这个我没有办法，这个老师你还是得扛啊。至少迪克这也不会了吗？不会啊，因为我们的舞应该是要留给最喜欢的人的，不可以随便吻啊。但是那无心哇可以，对不对？超级双标啊！诺诺姐姐爱你哦，么么，这还可以。女生可以，娘娘也可以，不可以随便给臭男生吻哎，对不对？臭男生的吻要留给就是最特别的那个，对不对？以为已经在酒砸，我还没有酒砸了，没有，我只是今天开台很开心看到你们，我还没有酒砸在玩。这个吴贤老师，你不知道我录影吗？不知道我录影吗？大宝老师，吴贤老师不知道有录影呢。难道这只有他自己没看过吗？那个大宝老师，你现在把它传到我们的那个工作群组 DC， 轰炸他一下。这种又胆小又无知，我不是爸爸熊，我不需要扛啊，我不需要扛。对，但是我真的也很谢谢发发熊有问到这个，因为我们的制作团队的大家，特别是吴谦老师跟大宝老师真的很辛苦。对，如果你们想要就是冬季送暖，想要借由破坏卖场送回馈品，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他们值得更多的回馈品，因为他们真的很棒。而且这张专辑它是要替我们争取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希望有机会入围，也有机会获奖，但是我们先冲看看入围，所以他们真的很辛苦。对，我觉得再多的回馈都可能都无法回报，但是我这次日本行，我买到大宝老师跟吴昕老师的小礼物，稍微慰劳一下他们了啦。对，所以对啊，就是我觉得今年一整年，在12月16号的今天，可以真的是很像真的把很多事情都做了一个总结，在这边跟大家聊天，然后大宝老师也在这边，吴昕老师也在这边，我真的觉得感觉真的很好很好。虽然说我刚刚有跟大家稍微再预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专辑虽然说要发行了，但是我们其中有一首歌希望再更好，所以我可能还是会透过我这边再次的摘录，把它录到更好之后，再丢给大宝老师，把其中一首歌把它更加的完整化。对。大家记得字要写好签名跟雅琛，你不要乱选字。有注意到我之前有被调吗？那是不小心被调到的，是吼，那个是实在是太坏了，臭男生都很坏，不可以随便给，所以这可以刚才说，对，就是那个喜欢的女生没有关系，加油影片啊，那我接受面线的，不行，把吴昕老师打歪。吴昕老师对我们团队而言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我们的那个开心果，你知道吗？他在我们团队里面真的超强超开心果的。最臭的有 UNA， 那是什么东西？UNA 怎么办？我现在看到玻璃水，我都会想到我朋友讲的 Holy shit 啊！不行，不可以这样子，暗黑扭曲。吴昕老师，你在见到荒山亮老师的那一刻，真的没关系，你先扭曲没有关系。我现在在期待哪一天，如果我真的见到我心目中的Mason，我大概会扭曲的比你严重，所以不用担心。如果我可以在你们，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觉得说，当天就是吴昕见到了这个荒山亮老师的那一刻，其实我完全可以同理耶。因为如果就是荒山亮老师后面进来的是Mason，我大概会变成扭曲二人组那种感觉吧。对，没有关系，吴昕老师你先帮我扭曲起来，等到哪一天我们真的可以一起再见到更厉害的那些大们，就换我扭曲了，可以吗？换我就成为那个最扭曲的，给你们就是录影千万遍，然后留档，整个就是散播，好，我出去也无所谓，真的。手上的影片要几千万才卖，
不是，吴昕，你这个不够总裁，你可以再更加总裁的那种台词，应该是，对你这个问法就很瘦了，你知道，超可爱。我想破坏吴昕老师是，为什么是我的锅？不是啊，吴昕老师这么的辛苦，他应该是要好好的被慰劳的，怎么会是迫害呢？那为什么会是我的锅？不是我的锅吧？这是什么？老井比真的假的？我其实还没有吃过乌马我想说很像台中很有名，可是台中实在是太迷幻的一个地方了，最近不太敢去，就是觉得台中好迷幻，迷幻到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一个生人勿近。为什么你们可以在台中生活这么久，好厉害？看每个人都跟都跟大佬一样吗？真的我们聊天室200%都是大佬，你各位都是我的大佬。还没有吃过乌马，有一点想吃看看。哦，是，因为我自己也还没吃过大姐。女人影片叫做对，水灵宝贝，可以，这个就很总裁，然后非常的艳女，对，这个非常的艳女，没错。再总裁一点的话，应该说钱直接撒或直接给，然后台词要对方交出来。哦，对，他哇有潜力，没有错。快点感受，对，有了，吴昕出来了，吴昕有了，你渐渐迈向了那个总裁之路了，对，有了，对，福利熊，我还没有把主题曲放出来呀。好，所以我们那个福利熊要送福利了，他现在就在暗示我，怎么没有那个啦？他就是要那个，他要送福利了。他就是要有那个，他才觉得说哦，送福利的时刻到了。福利小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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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福利，Happy。对不起，刚被盗刚那个谁盗我，真的是太坏了，对，然后真的是对莫名其妙，就是这样，可以盗一下账号，对不对？台中可要带，对，我知道我台中必须随身携带大宝老师跟吴谦老师还有吴昕，不然我可能觉得随时会被消失。老师，我们教别人，等一下，雅晨，你去送货，不要在那边胡言乱语，雅晨。等一下，我接不到聊天室。我看见每个人跟什么帅哥大佬一样吗？好，小天你也很帅，不要这样。然后我就在不是盛宏，你都已经被叫进去战胜大佬了，你还在那边小咖对，谢谢老师。毛薄荷，有没有大家的幽灵大概是什么时候唱的？哦，很棒。我们雪特先生这个是不是雪特，对不起不是，我不知道叫你雪特先生。等一下，我们那个好雪特先生，不好意思。他哇，我可能要想一下，我们有没有等下的用你？虽然说唱过很多次，但是我真的也开过太多次歌会了，可能这是个好问题耶。最近有唱到的很像是怎么办？最近都在录音，好像也没唱到。好，可能就是有时间再去翻一下，然后对，有时间再去翻一下，然后再看到底什么时候唱的。等一下，我哪有皮？等一下，我就说我刚刚只是被盗账号，对的调，没错。正在沃克，怎么突然想到全类？没事的，马克先生，好，我们就尽心尽情的沃克吧。小天也没有吃过乌马，对，猪猪这边也没有。现在真的太惨，就对，就突然被盗，突然系被盗账号，不知道怎么了。对，大全联主题曲。对，为什么他会变成雪特先生？等一下，真的被加进去，可是不是我架的，这个锅不在我身上。对，我只是看到你各位就是进录音室的样子，我真的好快乐哦。你们知道我们进录音室的时候压力山大了，对吧？身为我的面线，就应该跟我一样痛并快乐着。
就应该要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做录音室的痛并快乐着，知道吗？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你？今年7月28谢谢他哇！感谢我们的歌单小天使他娃娃先生小姐，对，因为他很美型，我们都叫他他娃娃先生小姐。对，感谢帮我们找出了今年的7月28号，原来我有唱，对，然后之后很像就在忙专辑就没唱到了。雪特先生，不是我没有叫人家，怎么人家今天第一次来就叫人家雪特先生？台中有些区域很悠闲。上次去旅游，可是我觉得台中乡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管悠不悠闲都很迷幻，一键被盗照。那聊天室已经是等一下，不是我没有，可是我总不能每次看到你都叫你雪特先生，这样不太好，这样不太好了。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别名可以称呼一下，对不对？对。毛薄荷，你不知道什么？你明明也是战声大佬。失去的时候，无形的压力把你加进去，也可以说被我们不是我物理积压你的，不是我顶多就是那个软硬兼施加压力，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和气啊，我觉得我超和平的，好不好？对不对啊？那你们说嘛，被加进去的这些赞声出现在我们这次金币奖首播的七属 C， 赞不赞？你看我们小妮妮都已经把旗拔起来了。七属 C 这首歌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赞不绝口哦！我真的是太感谢制作团队了，你们真的都是我的阿波罗代弟，你们真的好赞哦！这首歌真的，谢谢有你们的声音。我要带着你们的声音，我们要参加金曲奖哎，我们真的要爆哎，真的啊！不过我还没真的放下心，因为我最近也一直在反复听我要重新再录过去的那一首歌，我觉得我要唱得更好，所以一直反复在听那首歌。但是我们整张专辑对我而言都太棒了，所以我那首歌都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努力把它听完，是因为不自觉的就又去听到别首歌曲。对，这张专辑真的是很魔性，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不要希望了，把希望拿掉，大家一定会喜欢，因为真的是太屌了。对，迪卡我还帮人家改名，我现在老师听说我出费信以来就已经不知道帮多少人改名了，我已经算不出来了。叫雪特哥来天了，但雪特先生，难道你是总受系的雪特先生吗？一定没有你，等下爸爸熊怎么可能没有你？上次去录音室痛到，我跟你讲，趴趴熊虽然说就是不方便去现身，可是我们的战声名单就有趴趴熊，对，他的灵魂已经变成了战声的模样了。对，我们不要讲卡达基，我们讲模样。对，他就是一定要出现的，对，太重要了。上次没去录音室。没通到，有雅晨原本要去，但是好像也因为送货的关系逃过一劫。看 ID 的话，是这样子吗？他吗？然后我想讲的是，那天去录音室，不管你们有没有进去，那个都是属于你们的福利。即使你们可能只是进去，就是真的害羞，真的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属于你们的福利，你们有权利决定你们想不想进去。今天08对08精明干练就精明干练，今天08想进去就进去，今天08只是过去想吃瓜就吃瓜，08不想进去，那也是你各位尊爵不凡的自由啦。对，所以总之谢谢那天有特别抽空过去，然后留下声音的你们，以及之后有特别留下你们的时间在线上把你们的声音交付给我们团队的我们的薄荷以及马克先生，真的都谢谢你们。对，次名啊哪次不次，然后之后记忆体就不足了。等一下哦，最近 YT 这个记忆体不足的这个问题一直出现呢，你们等我一下，我要把你们的声音叫回来。哦，好像不是声音呢，我要把你们的那个聊天室叫回来，看有没有要偷瞅我。等一下。而且 YT 聊天室
好像在我前阵子的少数的配信里面，其中有一次突然就是聊天室完全没有办法动，你们还记得那一次吗？谁敢不喜欢两位老师会生气？这局靠阿志顶了，等一下，有这么阿志吗？我们这个是越在地越国际，是不是？我们这个是宣扬本土文化，对不对？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阿志歌曲真的是有够他妈好听的，你们知道吗？这是75C 摆摊那2天大概听了10小时，谢谢柚子把75C 放在那边循环播放。对，因为那天我们摆摊，然后就有跟小精灵问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方便准备笔电或者是 iPad 可以过去循环一下我们金币奖首发的75C， 那个真的超赞。就柚子马上准备了他的 iPad mini， 在那边循环了10个小时，所以柚子已经要变成75C 的模样了，而且柚子还真的是75C 的模样，因为他就是身穿75C 充当摆摊小精灵，然后那2天还被这个迪卡觉得你冷的朱蒂卡喂食饱到天灵盖，很饱是吧，柚子？好，身为我的小精灵，绝对不能饿到啦，绝对要把你们胃好好的照顾好啦，是不是？这边还有个大飞雪没有现身吗？因为我们那个现身基本上是可能有投入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赞助，还有我们的那个高阶会有回馈，对，就有这2个条件限制，对，所以可能就是没办法所有的人都进去，但是只要有满这2个就是条件的部分，一定是会被抓进去迫害的，所以恭喜你各位，有被抓进去迫害的，代表你们就是有满足这些条件，真的很谢谢你们的支持。对，吴仙老师的我被迫害，所以已经被迫害到。但吴仙老师这么爱我，他即使是被迫害到，他也不会生气的。等一下应该没有，应该还没有了，应该还没有吧？还没有，莫急莫行。莫害怕，我们吴昕老师，他只是会把香菜称而为喷的女人，她不过就是一个会把香菜称而为喷的女人，不会怎么样的。她即使是被迫害到，她一样爱着我，这是没有问题的。他只不过可能会气质败坏的说：“你怎么给我吃喷？”但是还是会心存感激的吃下去。我有跟你们讲，吴昕老师他很怕香菜吗？好，不知道是吗？好，你们现在知道了，她是一个把香菜称而为喷的女人，她很怕香菜。但是这一局她超挺的，她超挺朱蒂卡的，所以她超挺香菜。吴昕老师被炸出来，他就只会说你这个人没品味，你怎么会吃香菜之类的。要置顶且小心，不小心变到人。好，我觉得我现在还在鸡鸣干练，我看到08鸡鸣干练依旧存在我的聊天室，所以我今天还没有乱变到人，自己都快变成了7C 的形状，那什么东西？外带腿排回来，晚餐加菜，太棒了！就是要饱到天灵盖啦！我觉得工作人员辛苦了，就是要吃得饱，真的好奇怪，怎么被迫害？要称你，我也不知道，那像自己迫害到自己了。对，75C 的专辑其中一首，对，75C 当然是专辑的其中一首，所以等一下我们大概4点半带你们降落到我们的短视听的影片，你们就可以听到整张专辑的短试听，真的很棒。是同志，也就是说，不是，香菜是最美妙，台湾最美的花，绝对不会，绝对不可能是喷。对，我们没有这样子形容它，吴昕只会说你们怎么这么没有品味，就这样子。香菜哪有背的？不是追声大哥，香菜明明很好，好吗？那只是草而已，你看出现了啊！我知道要怎么勾起吴昕老师他总攻的那一面。你只要在吴昕老师面前说香菜好好吃，他完全会变成一个霸总。对，他完全，你看他的口条完全变霸总了，完全那个受气不见了，有发现吗？吴昕老师，我相信你是爱着香菜的，
因为你爱着朱迪卡，所以你爱香菜，绝对是。开始莫名其妙情了，说应该是基因的关系，看来问题很大。不还是等一下，他说的香菜连喷都不如，你看出现了。你看，只要讲到香菜，我们吴声老师的那个总攻的那个总裁气息马上就出现。他居然说香菜连喷都不如，连喷都没当过，气死我！你看，有没有看到吴声老师他那个总攻气息被香菜激发出来了？想当总攻，只要在吴声老师面前丢香菜就好了，都把香菜当成，我也是，香菜就是可以单吃，然后无时无刻都可以拿来配啊，不管是什么甜点点心，然后锅烧面啊，然后或者是自助吧早餐优格，什么都可以拿来配，烧烤更是好吃啊，对不对？75C 少打一个字，听到都快变成75C 的形状。等一下在团购买了香菜咖喱咖喱，很好吃，好不好？我现在肚子好饿哦，勾起了我的兴趣吗？我们雪特先生，女人你勾起了我的兴趣，香菜你勾起了我的兴趣哦，这可以，这可以，对，听到香菜变受气，没有被勾起兴趣过。有没有看到他这样非常的气愤？就明明已经就是赶完就是分镜了，那为什么就是现在还要在聊天室跟大家聊香菜？莫名其妙，对不对？可以直接拿一把生的香菜起来啃，我也是啊，真的超级好吃的。而且我真的觉得谢天谢地，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台湾没什么迎来台风的这个状况，我们香菜非常安详的。好，非常安价的在贩售中，真的非常感谢。听说香菜对某些人而言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有些人的基因不同，的确是呢。但是我真的觉得不爱香菜的你们，持续爱着朱蒂卡，或者持续可以支持我的高阶会员回馈，真的是太感谢。甚至你把我的高阶会员回馈拿去赠送给予你们觉得重要的人事物，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真爱耶！谢谢你们，欢迎我们的高阶会员。加起来，支持起来！谢谢你们用健康的金流维持住猪猪频道健康的金流。对，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大家。对，香菜当佐料比较多，直接单吃很像草。我真的也可以直接单吃，这好好吃哦。哦，我肚子好饿哦！我跟你聊到肚子好饿，香菜是很棒的东西。对呀，润饼花生。跟你讲，冰淇淋香菜真的，这个儿时台湾儿时的这个记忆，真的，我年底就有机会让你们再炸出来一次，你们期待一下，等我一下。香菜不行，我们香菜绝对不能，我真的要对不起雪特先生了，但香菜不能跟雪特为伍，不可以。香菜，你勾起了我的食欲哦，这句可以，还没赶完吗？气到回来回复。吴声老师，你要养精蓄锐在你的分镜上面，结果是被气到回来回复这样。对，香菜多利多吃真的好哦，我现在肚子越来越饿了。香菜多利多吃，怎么办？我肚子好饿哦，肚子饿了怎么办？花生卷冰淇淋，对，要加满香菜啊。兄弟啊，你们让我肚子好饿哦。我真的肚子好饿，我在想说要拿什么东西过来吃。神农尝百草说你被香菜啊，这句真是超毒的，你知道？香菜怎么可能会毒死神农呢？神农吃到香菜一定要就是赞不绝口，好吗？宜兰的好吃吗？台北的不接受。我跟你讲，花生卷冰淇淋就是要加上芋头冰，对，没有这一项，那个根本就是不是花生卷冰淇淋，那个精髓就是在芋头冰，知道吗？我跟你们讲。越是讲到这个，你们越是可以期待我们年底的各式各样的联名活动了。不行了，我真的觉得肚子好饿。我决定今天专辑试听，我们要改为4点。我现在在瞧这个时间，我不管，我现在真的肚子好饿，我要改为4点。然后我等一下我要去吃东西。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马上就把专辑试听的时间改到4点。我真的是肚子太饿了，不行，我真的是可以吞掉一头大象，我真的可以吞掉一头猪。等我一下，不行，我真的是肚子太饿，专辑试听我要挪到4点。
4点一到，我马上去吃东西。但在那之前，猪猪要吃点东西，你们等我一下。我先把这个专辑试听挪到4点，我就要降落过去。挪到4点。好，我首播应该有设好，应该会跟着一起倒数哦。然后我的接力应该有设定好，你们等我一下。我要接力过去，不然暂时不了香菜，我们开始芋头酱歌有点像吃你们比神农还威猛，好不好？那就不好了，可以拿背后吐，我的背后没有兔兔了，没有兔兔，长官。那个时代有香菜吗？哪个时代？哪个时代？我们香菜可是跟猪猪活了一样，5004年了，我们在那个恐龙时代就有香菜了。开始好小，越是爱吃香菜，越是个。吴昕老师，我觉得你坏掉了，你还是对加油去赶分镜，你乖。而且我今天好想吃我自己卤的猪脚哦，我自己卤的猪脚怎么这么好吃啊？好想吃哦，对自己讲。或者卷冰淇淋不要香菜，不行，一定要有香菜。你总的选择会决定你要不要迫害啊。好的，小妮妮，那再麻烦你决定我们这个月，因为这个月刚好又是迎来小喵喵的生日，我相信我们倪总应该是会很和平的吧？我在想，对，可是如果真的也是老干妈饼干的话，真的超级好吃你们记不记得我做过老干妈饼干给你们吃，真是超级好吃，我自己吃也就哇靠就刷嘴耶。所以好，吴昕老师，我总觉得我们趴趴熊这个月很像想要稍微关照你一下了，吴昕老师。你可能要痛并快乐着的稍微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可能好，那我们等小喵喵决定好，然后不应该是小妮妮决定好这个月要让大家吃什么，然后再看我们福利熊是否真的要放福利给我们吴昕老师这样子。要宣传草空间的那个时间原美食照了吗？我跟你们讲，今天原本要宣传，但是因为 DN 好像还差一些，好像礼拜4才有办法贴给你们。但是我说真的，好像时间先压给你们也没差了，我觉得让你们早点时间做准备。总之，草空间的合作下个礼拜就开始了，跟那个我们专辑的这个宣传算是还蛮同步的哦。但是至于是什么料理，我绝对要让你们看到图我才甘愿，所以现在先让我卖个关子，我一定要让你们看到图我才甘愿。但是时间先压给你们，从下个礼拜23号，其实我们草空间活动就开始。对，吞下一种没有吃，午安，伊拉夏人看，好久不见了，谢谢大家，真的猪猪回归开台，接下来也会渐渐的慢慢的回归。对，然后专辑的最后收尾真的只剩下一咪咪，真的是最后的一点点。17时代恐龙时代，我哪有吃豆豆配香菜？我没有。5000恐龙时代，所以5000年，所以5000年还没到恐龙时代哦。原来5000年还没有到恐龙时代哟，早说嘛！我以为5000年已经到恐龙时代真的。而且我的书都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对不起。聊天室笔记要做好，会考试。那就是下星期，对，因为下星期就开始了。我原本想说今天传单要给你们看，但不行，因为我连传单跟食品的照片、实际拍摄照片我也要给你们看，所以对，很赶。但是呢，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的那个会在草空间寄卖的新品，就是我们75C 神官帽造型的立牌，还有我们韦忠诚老师替我们绘制的金属书签的部分，一样会寄放在草空间那边做一个贩售。然后那个照片还需要开给你们看吗？我总觉得大家应该也老熟了。那个照片嘞，照片呢？
75星啊，不是75星，对不起，那个呢？那个立牌跟书签的照片呢？立牌跟书签的照片呢？对，他说很像，对，阿月饼很像有说要预约，所以我想说，到底怎么办？现在好像还没有办法让你们预约，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对，因为第一宴基本上礼拜4才有办法让你们看到。哦，5000年还在尧舜跟大禹治水了。哦，对不起，我是我的历史好烂哦。猪猪不是说苏美文明的人吗？哦，是这样子哦。我不知道，我知道5000年以前我就尝到那个香菜的美好，我就觉得香菜一定要摆在我头上。也谢谢雅茶，恐龙灭绝是6500年，已经这么久了是吗？谢谢雅晨彩绘聊天室告诉我了这个惊人的事实。悠悠卡试出吗？哦，说到这个悠悠卡的部分，你们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在这次草空间的档期买不到。对，因为现在所有的周边都回到我的身边了，然后目前草空间档期悠悠卡要卖好像也不是不行我快点寄上去其实还来得及。对，如果要的话我可以寄个几张上去摆卖也是可以啦。我现在我们的人类都已经动员，我觉得神龙在厂商在的时期哦，是这样子吗 ？Hello， 康当可以啦，欢迎大家。草空间啊，有没有香菜的餐点？我就是现在要继续卖关子，然后我就是要等到食品的照片出来，我才要一起宣传。对，苏美文明大约走，我的历史真的太烂了。然后猪猪还跟我跟英雄王见过面，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有会通饭，等猪猪摆一下通饭之类的。对，5000年前猪猪给神龙吃的香菜，历史课本有记载。哦，是这样子吗？原来历史课本有记载是吗？有记载，是这样子吗？猜我怎么不知道？原来历史课本有记载这个非常非常具指标性的这个事件，真是太重要了。还在等悠悠卡上线上通饭，好，等我，不好意思啊。呵，但我之类有出悠悠卡周边吗？有，就是我出悠悠卡，有的啊。好，因为我现在在思考，就是说现在周边回到我身边，我现在专辑也忙到一个段落了，我是不是已经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包货了？我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有时间的话，好像已经可以渐渐的自己来了很像了。对，然后卡甲已经有写到了，就是当初吃到香菜晕倒，然后5000年啊，是5000老师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变成了一卡通寄来北部。不会啦，我们这次一样是悠悠卡，对，有悠悠卡周边图很香，对，超香。订悠悠卡线上通饭哦，好，谢谢大家都在等我的通饭。我觉得我如果专辑忙完，我评估一下，如果很像忙得过来的状况下，很像可以自己出货的状况，很像就可以自己上通饭了我在想，历史是体育老师。不要再说了，柚子！我所有的科目全部都是体育老师教的，我觉得全身就只剩下肌肉，可以吗？只剩下肌肉记忆了。Big Break 好像有空，不是吗？水灵宝贝，我觉得应该有空啊。什么时候有时间啊？不是吗？月饼，我觉得我专辑忙完了，现在还有3D秀哦，3D showcase 呢？对，不过3D showcase 好像该忙的也忙啦，应该吧？苏美有没有出过烧菜拯救人命的记录？瘦5星香蕉。哦，对，我都吃过啦，可以吗？对，不是，我都吃过饭，不是吃过它吗？我救命！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肚子好饿，我的肚子好饿。可恶，我决定我现在要欺负你们一下，等我一下哦。哦，对，完蛋了，我还有东西没提供给他们。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有提供给草空间，等我一下，等
但是我还是决定要欺负你们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在日本吃的东西，我要欺负你们一下。等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还有大概30分钟左右，我们就要移动过去我们的试听影片那边了。但是我在日本要欺负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肚子好饿哦，决定要把在日本吃的东西放上来欺负你们，然后我再很坏的去拿食物。等我一下哦。都很好吃，超好吃。这个真的超好吃的，然后还有这个也好好吃。越看越饿，天哪！肚子好饿哦。等一下，快好了。我看要抓什么给你们。还有这个，都好好吃哦！天哪，救命！都是救命的好吃。然后还有最好吃的和牛便当，真的好好吃哦！我觉得这一趟过去真的是运气真的很棒。然后至于为什么过去月下还没有办法公开，但是总之就是谢谢招待了好爽哦！先给你们看，江江生鱼片，还有烤饭团跟南蛮炸鸡，我就是要都放这里，我要放在这边。然后再丢下你们去拿一些食物，然后还有这个是我吃过最甜美的螺肉，我的甜美螺肉要放这里。然后接下来最好吃的和牛便当，现烤和牛便当，超级好吃，这是现烤的超级好吃。我跟你们说，这一趟真的是尝尽了各种日本美食啊，超级好吃。然后对，快4点了，然后我现在追不到聊天室，等我一下觉得到1月7号之前可能有空吗？可能嘛，我们跟立个旗哦 ，Double 老师。对，不，我没空，老刚出来讲话，我就自以为有空，对，我自己以为，但有其他遇到的可以。你有点充足，那段时间怎么这么少？跟自己的肉涮火锅没有。虽然说我现在很想吃猪肉火锅，肚子好饿，早上找的可。嘉婉，你这次草空间的档期，你一定要跟我过去，知道没有？让你知道过去多么的长草，知道吗？然后。对，快日本了，日本行还没不是快日本了，快4点，日本行还没收到。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就目前这一趟，现在只能说美食，对我就只能用美食，好好的让你们羡慕一下，其他根本就一概无可奉告。一旦奉告之后，我就会被抓走，真的，这个行程真是太保密了。总之好好吃哦，该吃的都吃到了，然后我们还有泡温泉，温泉好舒服哦。谢谢，不要太羡慕我。好好吃，超级好吃。然后明天请你继续说。好啦，明天那个日本行，明天可以再继续聊，没有问题。然后想跟大家聊的是，都很好吃哦。然后和牛便当好好吃哦。然后那个烤饭团好好吃哦，然后南蛮炸鸡好好吃哦，生鱼片超鲜甜的好好吃哦，那个螺肉我跟你讲，我吃了3碗，因为我们里面有成员不敢吃螺肉，我还帮他把它吃掉，好爽，3碗鲜美的螺肉，真的很好吃。不是啦，草空间的餐点不是这样。等一下，为什么记忆体又不足了 ？YD， 我现在还没有分享完给大家，等一下。我就不能欺负大家一下吗？我现在又要去把聊天室抓回来，你们等我一下。
他一直记忆体不足，是怎么了 ？YT 是怎么了？你们也无法抵抗美食的诱惑吗？来，然后啊，那个螺肉后面你们有看到一杯调酒，那杯调酒就是猪猪叫的美酒，我还以为它会像很甜很甜的那种什么，就是例如那种甜度比较高的什么好罗优饮的那种美酒吗？结果它过来是没有甜味的酒，然后就没有甜味的酒，然后好，谢谢波波波，快日本了，等一下谁？等一下，有，我现在在讲，然后它是没有甜味的酒，然后因为日本的梅子，你们知道，日本的梅子它是酸，不是酸哦，是酸的。等一下我在讲什么？日本的梅子是咸酸的，它没什么甜味，所以我还想说，天哪，我这个酒到底要怎么喝？然后我还快点把那个梅子戳破，把那个梅子的味道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杯酒基本上是咸酸的。对，我就觉得完蛋了，我叫错了，然后喝了几口，然后开始头晕。好，日本的梅子不酸，对，就是日本梅呀、然后就是一个不酸，然后也不很酸啦，蛮酸的，就是不甜，然后很咸的梅酒。所以我当下真的是喝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喝着，然后头又好晕，你知道吗？超蠢的。好啦，不过就什么今天2只米，我就肚子很饿嘛，我就真的很饿，我不要理你们了。好，对，我先不要讲话，我觉得我先不要讲话好了。我还有最后30分钟就要带大家去降落到我们非常非常棒的专辑短秒数试听，然后肚子真的很饿，我觉得我来换一下短袖好了，肚子很饿，然后又好热，我真的很饿啦，真的。
一下，一下。又要剪什么？又要剪什么？有没有趁我吃东西的时候戳戳我？阿英师他们都欺负我。我记得的话，肚子真的好饿哦。啊！我刚刚去吃了那个吐司蛋糕一片，然后喝了一点牛奶，然后还有这个，之前雾先送我的巧克力，我现在配着牛奶吃，好好吃哦。很好吃。好好吃哦。阿义是变成了一个妹子了吗？太棒了！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我离开老婆这么快乐之后，盛吼，我们真的太久不见了，整个盛吼也康掉了。你想吃和牛吗？那个和牛好好吃哦。我跟你们讲，其实我没有在台湾吃过和牛，只有去日本旅游，只有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就觉得那边吃比较便宜，就会狂吃。所以我在台湾比较不会主动去吃和牛，除非有人有揪，就没有。然后在日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吃，硬妹，阿义是你变成硬妹了是吗？硬妹什么东西？喏，谁家的厚牛舌？厚牛舌猪猪在
在日本也有吃过哦，真的很好吃。日本的牛舌真的很好吃。对，在台湾，很像猪猪还没有真的吃过和牛，都是在日本吃。阿英师这里没有怪怪的啊，这里哪里怪过？这边不是一直以来都很正常吗？哦，武清老师有吃过这家便当的牛舌吗？有我那时候就犹豫说，我要点牛舌便当还是要点和牛便当？那时候决定是和牛便当。然后原本隔天想再回去点牛舌，但是隔天就是有很下趴的庆功宴，也没得去点了，因为哇，隔天的工作量真的爆炸多。然后之后就大家都辛苦了，就揪一揪去吃庆功宴了，所以就牛舌便当下次吧，要不然真的超级好吃。日本 CP 值比较高的话，因为是日本和牛毕竟是产地啊，然后又比较新鲜啊，真的也好吃。白老牛牛吗？白老牛是什么？没有错，我吴昕老师很可爱，他在赶稿的时候常常嘴巴一直在念那个卢比亚，就是想要去买肉片，卢比亚这样。卢比亚的肉其实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如果你们真的这么推的话，猪猪也该找时间去逛逛，慰劳一下自己了。如果真的这么推的话，好像卢比亚在南区这边有吗？在高雄有吗？我找一下。所以武清老师也推卢比亚完考就去买，有点戒断。好，可以。自己觉得在那边吃和牛比较有吃和牛的感觉，在那边是很像。的确。不过各位总裁们，我相信一个月3200，你们可以就是加成32块的数字，对你们而言，在台湾吃和牛跟在日本吃和牛都没差啦，对不对？小女子就还是得要挑一些地区性，就是在日本吃感觉也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在台湾完全不敢吃，对不对？但是相信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就绝对没有这种地区性的烦恼啦，对不对？白老牛记得在北海道又烧鲑鱼寿司，鲑鱼寿司吗？吴昕老师，我跟你说，我们的饭店早餐每天都有鲑鱼寿司。我觉得我真的是早晚，因为我自助这次住的饭店真的不错，它早上的那个早餐，它是自助吧就算了，而且是合适的自助吧，就寿司爽吃爽拿的那种。而且晚上11点以前，然后9点半到11点这段时间还有拉面，现煮拉面哦，爽吃到饱，真的很爽。而且也有温泉，这次去真的是很爽。虽然说工作量其实也蛮吃紧的，但是真的有那种出差该享受到的勤奋，该付出的勤奋，好，这个付出了，然后该享受到的一些就是出差的一些福利也享受到了，这样子，那件很棒，价钱合理。哇，周2还有肉特价哦，汉神巨蛋有牛逼，好谢谢柚子。那我觉得我可以朝圣一下。大会报告剩好，谢谢大波老师，我最扛的老师。好的，好紧张哦。好，肉特价太神了。另一间在梦时代，谢谢，感谢梦时代跟那个汉神有路比亚，可以让猪猪去看一下到底是多么厉害。每周2和牛打折吗？哈，那我今天就可以去了，不是吗？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新鲜的话，日本国产就很赞了，真的，日本国产的和牛真的，当地真的要吃啦，因为其实去那边其实你会发现和牛真的可以便宜吃，而且是爽吃便宜吃的那种。北海道在地和牛、白老牛，哇，你们真的吃到比我还有概念呢，我还不晓得有什么白老牛，什么第一和牛美称哦，真的假的？不好，等一下，不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团队大家就是感情还蛮融洽的啊，怎么会不好呢？对不对？猪猪好坏，我给你们吃好，要不好我就在我们的那个试听的这个短影片正式降落之前，我们就真的不好到底。来，我给你们看我到底吃了什么早餐，我就不好到底来呀！要这么的不好是不是？而且那边的那个饭店的工作人员人都很好哦，真的是。等一下哦，我就一一把照片抓下来，让我们就是更加的不好吧。来，让我们更加的不好。然后他的自助吧的甜点，哇，早上就吃这么好，所以我就是早上一定要爬起来吃啊，超爽。等我一下哦，我要挑那些让我们可能可以很不好的那个照片，我要挑一些就是你们看了会很生气，然后可能很不好的照片这样。还有这个啊，哇，这个很不好，这实在是太不好了。等一下哦，我要吸一点仇恨值，然后让你们待会就是气扑扑的过去听我们的专辑，然后再被感动这样子。对，在气扑扑之前，等一下哦，这个也很不好。等一下，这个好像也还蛮不好的。我跟你讲，我这次还有去爽吃草莓，对，草莓真的也让你们很不好。等一下，我有草莓，现在刚好就是草莓的产季，真的让你们很不好。来。这个绝对不好了，这个真的现煮的那个拉面宵夜，这个超不好的，对。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让你们不好一下，这样子。哇，真的好不好哦？怎么可以这么不好呢？真的很好吃，而且每日新鲜现做。好了，我们最后10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来不好一下，来不好，预备，先把这些关掉。是以川先生以拉山。好，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出差的饭店的早餐。等一下，那个，他怎么没有下载下来？等我一下。好，来，这个是部分的自助吧，而且是爽吃爽拿，而且那个欧姆蛋现煎，每一个都超好吃，而且那个温泉蛋它真的是口感跟纳豆非常的匹配，因为粘性够，那个蛋黄的粘性很够，所以跟纳豆吃起来那个交织混杂的那个纳豆，那个舌尖味蕾，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说，真的很赞，超级赞。那除此之外，他们早餐还有附甜点区，这个是甜点区。甜点区的东西其实也蛮多的，但是我是特别拍了这个，对，因为它这个类似红豆汤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漂亮。对，不先生也拿晒。然后啊，早餐的部分哦，早餐明明照片这么多，我怎么只有下载这些？然后早餐的部分，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比较近照的，好了。好，有没有这些寿司？我跟你讲，都爽拿哦，超级爽拿。然后工作人员人也很好，工作人员那张照片我怎么没有下载下来？不让我下载怎么回事？
对啊，另存啊。然后工作人员人都很好，就是我说可以拍照吗？我说好的，请拍。真的都很好吃，知道吗？真的都很好吃，而且这个是就是手作寿司区，它还有那个炸物区，对，它还有炸物区，对，炸物区的东西真的要不好一下吗？对，我们会不会真的就不好了？而且我刚刚明明都有下载下来，它为什么没有下载下来？来，给你们分享一点炸物区的。来，炸物区，好，然后有现煎培根、厚培根哦，现煎培根、太阳蛋还有欧姆蛋，哦，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吗？超爽的，你知道吗？对，所以就这一趟出差，虽然说就是时间来得快，然后说真的也真的工作强度很强，超爽。而且重点来，它晚上的宵夜拉面吃到饱。而且是现煮拉面哦，它不是泡的，它是有工作人员在那边现煮，超爽。对，有工作人员在那边现煮，超级爽。有没有觉得仇恨值被我拉起来了？敲碗，明年摆摊小精灵比照办理啊！我要这边摆摊，然后朱蒂卡现煮拉面这样子吗？真的，这个早餐真的会饱到你真的会觉得说哇，满满的精气神，就是要去奋斗了，你知道吗？真的很好吃，超级好吃。然后我看一下，对，就是好好吃。就不得不说，我跟你讲，这一趟虽然去之前还蛮惊慌的，因为很多东西是临时才决定要干嘛，对啊，所以说决定的很仓促。但是我是觉得运气不错，就是该找到的都有找到，然后该吃到都有吃到，而且饭店也是很 nice， 然后又有温泉，重点是那个天气很冷，你知道吗？又有温泉可以爽泡之外，刚好又是最喜欢的草莓季，所以日本草莓也很值得吃，因为日本草莓跟台湾草莓其实说真的都很厉害啊，但是日本草莓他们真的是有个独特的香味。等一下，这个太小了，这个不要，我要大的。对，所以我去买了2盒，爽吃，你知道吗？爽吃，而且也是价格非常的便宜，爽吃就对了，而且还买了烤地瓜。还买了烤地瓜，也好好吃哦，真的是超级好吃，就好好吃。对，就是一整天是饱到天灵盖，可是因为工作的强度还蛮强的，所以其实马上就消耗掉了啦。而且因为我自己有刻意把我的饭店跟工作地点安排在大概15分钟的路程，然后可以运动一下，所以其实你看我吃这些还是部分的东西哦。好，我还没有全部叫出来。我从日本回来还瘦了0.5公斤呢，因为每天就是疯狂走路啊。对，也其实也没什么囤积到热量啦。对，感谢厂商可以做出这么好的环境。对，谢谢厂商爸爸。然后至于是哪边，可能之后再公布。对，之后等到消息释出，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总之，其实这一场就已经算是很早就决定好了，对。但是中间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变动，对。但是这个之后会再慢慢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但是就是吃好睡好，温泉又泡好，爽啦，爽，对，开心呢这一趟。然后唯一的遗憾，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遗憾呢，因为该吃的都吃了，该泡的都泡了。然后，但是我其实那几天的心都一直挂在专辑上面，对，因为刚好就大宝老师有在收尾，然后好，时间是3点56分，我们大概聊完这一趴就真的要降落过去了哈。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在我住饭店的不知道第2天还第3天的晚上，很像是第2天晚上吧，大宝老师把调整好的《滴滴之歌》的那一首丢给我听，就他最后调的差不多要 final 的那个《滴滴之歌》的舞曲。我当天在饭店那时候是睡觉时间，我整个眼泪被炸出来，我听到了滨崎步，真的是滨崎步的舞曲，完完全全就是我是妈呀！
我就很激动跟老师讲说：“天哪，老师你把我心目中很怎么讲很代表性的布姐的舞曲做出来了。”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整个在饭店听到那个旋律，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我听不懂音乐性的东西，什么和弦，什么混音，我不懂，我只知道整体听下来，我想到了滨崎步，然后我就很激动的找了几首歌给达宝老师说：“天哪，你做出了这些东西，好屌，真的好屌！”虽然说它的内容就是在咒骂滴滴们，可是那首歌真的很棒，所以待会也要降落过去给大家听一下了。对，还有烤地瓜哦，烤地瓜哦，好，我最后再炸你们一下，我烤地瓜照得很漂亮。这个是要致敬我们的巫仙。我当下其实原本很想抓他过去，但是因为他稿子太多了，没有办法一起过去。来，最后再炸大家一下，日本的烤地瓜真的很好吃，而且又是当季的烤地瓜，很好吃，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日本行呢，基本上好像也没什么工作内容可以做透露，但是光是食物，对，就可以炸到大家肚子很饿了。好啦，爽吃之旅齁，真的是爽爽工作，爽爽品尝美食之旅啦。好啦，我们先切片尾喽。我们的日本美食之旅其实还有部分照片还没有上传给大家看，但是没关系，我们明后天也是会配信，然后不好意思，我被那个草空间那边追杀，我第一眼还没有提供给他们的那个图片，还在被追杀中。好啦，谢谢你们，我们差不多也要降落过去我们的屌 V 专辑的试听的短影片咯，来，先降落过去。明天再开台继续跟大家聊关于我们这次制作专辑的很多布拉，好不好？谢谢大家，猪猪渐渐回归开台了，我们一起加入过去听大布老师的歌，吴昕老师的歌，我们制作团队的歌，先安内咯，大家拜拜，明天见咯，拜拜。